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8章39节到39章12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圣灵的恩赐。圣灵降临节主日，牧师谈到了一个概念：圣灵充满是一个恩赐，因为恩赐就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礼物。有圣灵的恩膏、恩赐，当然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了。但是千万不要将圣灵的恩赐给狭隘了，给局限了。圣灵的恩赐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的，因为上帝就是那一位人眼睛看不到却能够体会的多样多元的上帝。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看不见上帝，就认为上帝不存在，也因为周遭的生活成就就是我们看得见看得到，因此我们就误以为我们才是生命的掌权者。事实上，就如同上帝对约伯的提醒一样，上帝说：你能为母狮猎取食物吗？你能使幼狮饱足吗？当乌鸦因饥渴飞来飞去，当小乌鸦向我哀鸣求食，谁去喂饱它们呢？39章说：你知道野山羊几时出生吗？你看过野鹿怎样生产吗？他们怀胎多久？他们什么时候生产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们几时蹲下把幼儿生下来吗？他们的幼儿在荒野逐渐茁壮，奔驰而去，不再回来。谁把野驴放走？谁解开绑着他们的绳子？我把旷野给他们做住处，使他们住在原地。他们远离城市的吵闹，不受人的驱使。山野是喂养他们的牧场，他们在那里寻找青绿的食料。野牛肯为你们服役吗？它愿意在你的草里过夜吗？你能用绳子拉着它来耕犁吗？或者是叫它在田里拖把呢？你能依靠它的力量把粗重的工作交给他吗？你能信赖他把你的收成带回家吗？替你收据禾场上的谷粒吗？我们时常如同约伯一样，在我们的生活成就上面只看到了自己的功劳，却忘记了上帝的恩赐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圣灵恩赐的重点。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：弟兄姐妹们，关于圣灵的恩赐，我希望你们都明白。从前你们信从异教的时候，往往被引入歧途，
受那一些没有生命的偶像来辖制。我告诉你们，凡是被上帝的灵感动的人，一定不说耶稣是该受咒诅的。同样的，除非被圣灵引导，也没有人能够承认耶稣是主。圣灵的充满与引导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让人能够承受耶稣基督是主。记得在福音书当中，有谁告白了耶稣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儿子吗？当他告白这样的信仰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”这是马太福音第16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。这也是自于这个属天的指示与引导，让彼得能够说出正确的告白，正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的所说的应许一样。他告诉门徒们说，我还要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了。但是呢，为助者就是父亲因着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会把一切的事来指示你们，并且使你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在领受圣灵的充满、圣灵的恩赐当中，我们应该如何做，以及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？无论我们领受了什么样的圣灵恩赐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忘记，那就是圣灵是上帝的恩赐，而不是在展现个人的能力。我们依着圣灵的恩赐，要见证的是耶稣是主，而不是人自己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而做，不是为了要招聚众人来跟随自己，使自己得益处。这个问题也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。有人在教会里面专门搞分裂，他的目的在使自己能够从中来得到利益，而不是为了使基督的名得荣耀。为了私利，宁愿让耶稣基督的身体被撕裂，如同哥林多前书第1章的经文所说的：“弟兄姐妹们，我奉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名劝你们大家，说话要一致，不可分裂，要团结，有一致的想法，有共同的目标。”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。保罗接着又说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众说纷纷，有的说我是保罗的，有的说我是亚波罗的，有的说我是属彼得的，
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，基督竟被分割了，难道替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保罗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？这样的人明白的就是说，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主，他们没有圣灵的恩赐，只有假借教会，以宗教为名，假借爱来求别人，并为自己谋利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为基督而做，这是圣灵恩赐的目的。诗篇29篇。神的众子啊，你要歌颂上主，你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。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声。他的声音呢，响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他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一样来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林的叶子脱落。在他的圣殿里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天父赏赐给我们恩赐，让我们能够来爱人，来服侍你，更因此能够荣耀上帝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